我要吃东西，猜的是。二要吃东西，饿了。接下来这个很难的，内心空白，猜一个字。内心空白。害怕的怕。一个心字边在这吧。有那么多心。内心空白为什么会害怕呢？口袋空空的才害怕。心气。因为我们人类号称是万物之灵，不像动物求温饱。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追求智慧，只是有很多人不知道，只觉得自己的内心很空虚不踏实，所以一直想去抓点东西来填补它。有些人抓唱歌，有些人抓喝酒赌博，有些人就忙着一直赚钱。怎么抓怎么填补，内心依然是彷徨空虚。很不安。为什么？因为内心渴望智慧，你给他其他的东西，他不会满足。就像孔子有个得意门生颜回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楼下，回也不敢其乐。这么的清贫，为什么他还那么快乐？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智慧，他的心灵上非常富足，所以很快乐。所以让孩子从小熟读经典，让他内心里面充满了智慧，至少能让他现在心灵上非常富足，比较容易幸福。我们人真的应该要多用一点时间，你静下心来，你去体会，去感觉一下你的内心在渴望什么，你去感觉一下你内心在渴望什么，然后呢，你想办法让它处于喜悦的状态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内心渴望智慧，你就给他智慧嘛，这叫对症下药。渴望智慧，智慧在哪里？经典，经典就是智慧的结晶，而《论语》是经典中的经典，所以《论语》是一定要读。1988年，华国总统邀请75位的诺贝尔奖的得主到巴黎开会，请他们一个一个上台讲讲他们自己国家的情况。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青少年问题、社会治安、犯罪问题、吸毒问题、道德沦丧问题，而他们个个都是束手无策。经过4天的讨论之后，他们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，就是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，必须从2500年前的孔夫子那里去寻找。连西方最有智慧、最聪明的诺贝尔奖得主都知道要向孔子学智慧，要来读《论语》。我们身为中国人，是不是更应该好好读读这本经典，好好来读《论语》呢？读了没有？你手读了没有？真的，至少赶快先读它200-300遍以上。妙不可言啊，启大妙用。结论就是教育的内容要把握。接下来我们要谈到教育的第3个道理，教育的方法要把握。教育的方法不能只有一套，教育的方法必须配合教育的时机，按照孩子的年龄段而有所不同。胎儿有胎儿的教法，儿童有儿童的教法，13岁以后有13岁以后的教法。而教育的方法必须要依照教材的种类而有所不同。科学类有科学类的教法，非科学类有非科学类的教法。哪些是科学类呢？好比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这些科目的正确教法是懂的才教，教懂了才有用，教不懂没有关系，因为以后再教还来得及。这些科目用的是理解力，人类的理解力是从13岁以后逐渐的成熟，13岁以前理解力很差。现在不懂，不是孩子笨，是他的理解力还不够成熟。
现在不懂的没办法理解，就摆着不管它，摆2、3年之后理解力成熟，回头一看，好简单啊，很容易就懂。这叫学习能力递增原则，因为理解力越来越好。非科学类的科目有哪些呢？音乐、美术、美的鉴赏能力，还有孩子的性情、气质、品德、智慧，还有语文教育，都是属于非科学类。非科学类的正确教法是：不懂也可以教，教不懂也很有用。不懂的时候要赶快教，等懂的时候要教就来不及了。不懂也可以教，教不懂也很有用。不懂的时候赶快教，因为等懂的时候你要教来不及了。这些科目必须在孩子很小的时候，他的记忆力很好，他的内心很清净，还没有被污染，要长期的熏陶，错过时机就很难有好的效果。你错过时机，他记忆力退步了，他的个性已经被污染，叛逆很难调了，这叫学习能力递减原则。所以教育方法要把握。这些小同学喜欢听这个，一直在市面上，所以教育的方法要把握。接下来要讲到读经的方法，那就很简单。读经的方法是反复熟读，自然承受。反复熟读、自然承受有几个意义。第一个，只是读，不要翻译，不要解释，只求熟读，不求误解。这样子读经就变得很简单了，老师和孩子都没有压力。如果你一开始读经典就想去懂，大概你会跟我一样，读3遍就读不下去，因为程度太差了，充满挫折感。如果你真的想去懂经典的意思，你先读它100遍再说。你读完100遍有这样的功力的时候，你去看解释本、注释本，自己就可以看懂7、8分、8、9分，越看越有趣。持熟易透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持熟易透，你读完100遍、200遍，你体会的越高，体会的越多，自发性学习的热忱和动力就越强。如果一开始读经典不懂意思，就想去看解释本、注释本，会看不懂，很无聊。所以大人读经典，请你把自己的学习年龄降到6岁以下，只是读，你不要想去懂，先开始。大人或小朋友读经都一样，它的要领就是先求所读，再求顺。反复熟读、自然承受，第二个意义是必须大量反复的熟读，才有它的效果。因为语文的学习，不管是中文或者是英文，它的正确的方法是让他接触，让他反复，让他熟悉，让他滚瓜烂熟。这个杯子里面有水，孩子小时候像海绵放到杯子外面没有接触，会不会吸收呢？就不会。所以家长和老师，你首先要创造孩子接触经典的机会。这个杯子里面装了开水，一接触吸收开水；如果装了一杯酱油，它一接触当然就吸收酱油。所以除了创造孩子接触经典的机会，你还得帮他选择对他这一辈子最重要、最有价值、最有意义，那就是让他先读。那你任何的学习，你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会有感觉，就像风吹过来，一阵风吹过来，会感觉凉凉的。可是2个钟头之后你就忘了，因为人类的记忆分4个层次：感觉记忆、浅层记忆、深层记忆、永久记忆。所以你任何学习或者是读经典，新接触的时候，至少读它30遍以上，这样才会有
印象，就留下一个浅层记忆。浅层记忆的周期3天、5天、1个礼拜，然后就会忘记。所以你必须在忘记之前，在记忆的有效周期里面，不断的反复的练习，一直反复到熟悉，就是印象深刻。浅层记忆就转成深层记忆，它的记忆周期就拉到3个月、半年，甚至是1年。但是它最终还是会忘记。所以虽然会背了，经常要练习、要复习、要反复的复习，一直读到你所读的内容已经存在你的前脑记忆区，成为永久记忆，就是我所谓的反射式记忆。过了5年，过了10年、20年，当你要用它的时候，就能够信手拈来、脱口。你读的内容就融入生命，让你一辈子为你所用。所以读书读经典都一样，下功夫要扎实，要反复熟读，熟能生巧，熟透了才有功效。反复熟读，自然是这种第3个意义，就是读出声音，大声念，效果好。日本的江本胜博士，他做了一个水结晶的实验，已经证明声音是有能量的。而人类的身体里面70%是水分，我们人也很需要丰富优良的生命。我去年到广州参加论坛去参访，我曾经在一个鞋厂住了3天，那个鞋厂有130几个小朋友，从3、4岁到16、17岁。住在学堂，2周回家1次，每天读经9小时。大班的孩子一天要读10小时，读到晚上9点，早上5点就起来。他们分成4个班，大声的读经，互不干扰，已经读到浑然忘我，甚至念念专注。那个园长、那个堂主开玩笑说，这叫读经场。在修定功。我第1天晚上8点半，我真是没办法休息，因为孩子还在读经，读了好大的声音，跟白天一样。我忍不住就去教室看他们读经，我有录像，要不要看？看看大陆学长孩子读经的心情。